根香点起2头，第2根香只点1头。等第1根香点完是总长度的3/4，这时候再把第2根香的另一头点起，从点燃到熄灭，正好是15分钟。棒棒棒！那我们再看第3道题。好。有2个罐子，50个红色的弹球，50个蓝色的弹球，随机选出1个罐子，随机选取出1个弹球放到罐子里。怎么样可以给红色的弹球最大的选中机会？在你的计划当中得到红球的准确几率是多少？篮球，概率接近75%，这是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概率。实际上，只要1个罐子放小于50个红球，不放蓝球，另1个罐子放剩下的球，拿出红球的概率就大于50%。真棒，戚先生，您不会就是门萨俱乐部的会员吧 ？No， 我不需要证明我是不是花瓶。哎呀，今天麻烦了您一下午，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晚上我请您吃饭吧？中餐、日餐、西餐，日本料理、韩国料理、泰国料理，你喜欢吃哪个？让我想一想啊。Sorry。Hello Cherry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今天晚上吗？哦，没问题，一会儿见。好。你女朋友啊？女性朋友，她约了我好久了。这次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下次我请你好不好？啊，戚先生人好好啊，一定是舍不得让我破费请你吃饭吧？那就说定了，下次我请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baby， 就连吃东西都这么销魂啊！我们